兩人橫穿過草地，看看走進了那盤花綠漆的小鐵門。香港地氣潮濕，富家宅地大都建築在3-4丈高的石基上，因此出了這門，還要爬下螺旋式的8級台階，方才是馬路。微龍沿着路往山下走，太陽已經偏了西，山背後大紅大紫，金絲交錯，熱鬧非凡，倒像雪茄煙盒蓋上的商標畫。滿山的棕櫚、芭蕉都被毒日頭烘焙得乾黃鬆捲，像雪茄煙絲。南方的日落是快的，黃昏只是一剎那。這邊太陽還沒有下去，那邊在山路的盡頭，煙樹迷離，青茸茸地早有一撇月影兒。微龍向東走，越走那月亮越白越晶亮，仿佛是一頭肥胸脯的白鳳凰，棲在路的轉彎處，在樹丫叉裏做了窩。越走越覺得月亮就在前頭樹深處，走到了，月亮便沒有了。微龍站住了，歇了一會兒腳，倒有點茫然。再回頭看姑媽的家，依稀還見那黃地紅邊的窗棂，綠玻璃窗裏映着海色，那巍巍的白房子蓋着綠色的琉璃瓦，很有點像古代的皇陵。微龍自己覺得是聊齋志異裏的書生，上山去探親出來之後，轉眼間那貴家宅地已經化成一座大墳山。如果梁家那白房子變了墳，他也許並不驚奇。他看他姑母是個有本領的女人，一手挽住了時代的巨輪，在他自己的小天地裏留住了滿清末年的淫逸空氣，關起門來做小型慈禧太后。那是個潮濕的春天的晚上，香港山上的墓是最有名的。梁家那白房子黏黏地融化在白霧裏，只看見綠玻璃窗裏晃動着燈光，綠幽幽地一方一方，像薄荷酒裏的冰塊。漸漸的冰塊也化了水，霧濃了，窗格子裏的燈光也消失了。梁家在這條街上是獨門獨戶，柏油山道上空落落，靜悄悄地卻排列着一行汽車。一路10級上街，只有小鐵門邊點了一盞赤銅盞花的仿古宮燈。人到了門邊，依然覺得門裏鴉雀無聲，不像有客。側耳細聽，方才隱隱聽見清脆的洗牌聲，想必有4-5桌麻將。